親愛嘅法友，我哋喺蛇年做得非常好。舊年蛇年係澄清嘅一年，澄清是否我想踏上呢條道路，我唔想踏上呢條道路，乜嘢先至重要？我要採取點樣嘅優先次序？我嘅優先次序係乜嘢？好嘅，呢啲我哋都澄清得好好，而且大多數人都成功咗，只有少數人不幸地失敗了。我哋為佢哋祈禱，有一日我哋可以解脫佢哋，但係仲未有。但係大多數人都做得非常之好，即使蛇走得非常慢，我哋快得多。我哋出版咗好多書，有好多 YouTube 頻道，以及好多唔同嘅語言，非常感謝佢哋做咗咁多工作，咁好嘅。所以對我哋嚟講，即將到來嘅年係馬年嘅新年快樂。馬是朋友，有好多幫助，咁意味住喺藏文中稱為達他，意味住支持。所以今年係我哋嘅支持之年，新年快樂。所以今年如果我哋好好地把握機會，我哋會做得好好。但係如果我哋失去機會，便會嘥咗最大嘅機會，我哋將會嘥。所以你哋要確保唔好嘥馬年。所以我哋必須做乜？保持正念，思維我哋有珍貴嘅人生，而且有住黃金時代嘅目的。所以要使佢成為真正珍貴，讓我哋嘅出生成為真正嘅珍貴，懷住黃金時代嘅使命，然後每日保持正念，做正確嘅優先次序，唔係錯誤嘅優先任務。如果我哋做正確嘅優先次序，我哋會有時間，會有精力，會有力量，我哋會有能力。如果我哋冇呢啲，唯一嘅原因係我哋做咗錯誤嘅優先次序，使我哋冇精力、冇時間。我冇時間做呢個，唔係因為你冇時間，而係做咗錯誤嘅優先次序，嗰意味住嘥時間。所以呢個就係點解今年要確保我哋做好正確嘅優先次序，好嗎？而2027年會係更美好嘅一年，一個新時代，香巴拉嘅新教導王。所以黃金時代開始，黃金時代開始，好嘅起點，我哋需要為此做準備。所以永遠唔好懶惰，永遠唔好拖延，永遠唔好做錯誤嘅優先次序，唔好浪費時間，要保持專注。